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今日是2024年9月18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169节到176节，以赛亚书第10章12节到20节，约翰福音第7章25节到36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唯一的救恩。牧师时常提醒基督徒，伫外邦福音中间，并毋是对保罗才开始。虽然伊捌讲伊是外邦福音的使徒，外邦福音嘛毋是对耶稣基督的时代开始的，是对旧约，是对上帝创造开始，就甲咱讲吼。上帝呼召以色列人的先祖，这个亚伯拉罕，当初时伊还阁毋捌上帝。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就是伸伊的手进入伫迄个外邦的国度，来施行新约，互外邦的国度看见，并且知影上帝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。是世间人唯一的愿望。先知以赛亚伫以赛亚书第10章12节到20节，伊嘛咧讲，主伫锡安山甲耶路撒冷完成伊要做一切的工作了后，要处罚自高自大的亚述王甲伊的骄傲，因为伊讲我靠家己的气力甲智慧完成这个事，因为我真有本事，我有废除国甲国中间的境界，抢夺因的财宝，我亲像勇士制服君王，我的手有掠着人的财富，人若摕鸟仔收，我得到全地，亲像捡着流落来的鸟仔卵，袂有鸟仔会失甲我吓惊，嘛无鸟仔开喙啾啾叫反抗。报头兼通过用伊操茶的人来看口，鸡仔兼通等伊比拖机仔的较高，是人伫用棍仔，毋是棍仔伫用人。所以至高的上主万军的统帅要用，互勇壮的人变甲消散落去，要点火甲因的荣华烧点。迄时以色列的光会变成做火。伊神圣的上帝变成做火焰，伫一日的内底，甲因亲像刺皮，甲野草亚述王来消灭。伊无生的树林，甲真肥的田园会彻底受毁坏，亲像病人衰弱死去消失。树林内底剩落来的树真少。连囡仔嘛会晓算。伫迄日，以色列所剩的子民，雅各的后代死无了的，人袂阁去挖去攻击因，因要坚固挖靠上帝，以色列神圣的上帝。上帝伫春秋介入伫外邦的政权，拯救以色列人，就亲像伊当初时介入伫迄个埃及行新约，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共款。对伫未信的人心中总是会怀疑讲，迄敢真正是真神上帝吗？虽然是安尼，因却讲多拜多保佑啦，无保庇即种的心态，犹太人甲法利赛派的人，佫开始怀疑耶稣是基督这项事。毋通呢，因佫
想要掠耶稣基督。约翰福音第7章25节到36节记载，有一寡耶路撒冷来的人伫讲，这个剑毋是因想要杀害迄个人吗？你看，伊公开伫讲话，因嘛无讲啥物，甲伊反对。兼讲这个官长真正知这个人是基督，毋过这个人会来掠咱拢知。基督来的时，无人会知伊对倒位来。耶稣伫圣殿伫教示的时，大声讲：恁捌我，嘛知我会来掠。不过我毋是照恁家己的意思来，找我来迄位是真实，恁却毋捌伊。我捌伊，因为我对伊遐来，伊找见我来。因就想要甲伊掠，不过无人下手，因为伊的时还未到。群众中间有真侪人信伊讲基督来的时，兼会比即个人行较侪信业。法利赛派的人听到群众私底下伫议论耶稣的代志。这市长甲法利赛人就派圣殿的警卫去掠耶稣。耶稣讲：我搁甲恁做伙不偌久，就要转去找我来迄位遐。恁会找着我，毋过找袂着，因为我要去的所在，恁袂当去。犹太教的领袖互相讲，这个人要去叨位，互咱找袂着。伊想要去四散伫希腊城市犹太教面遐，去教示希腊人是无？伊讲，恁会找我，毋过找袂着。佮讲，我去的所在，恁袂当去。这是甚物意思？耶稣基督家己已经说明了，伊就是迄位对上帝遐来真实的救恩。但是毋信的人就是毋信，听无而且阁要掠耶稣基督，要来害伊。诗篇119篇169节到176节，上主啊，愿我求救的声透到你的面前。求你照你的应允赐我智慧，愿我恳求的话达到你的面前。求你照你的应允牵救我，愿我的嘴唇发出讹乐，因为你有将你的律例教示我。愿我的嘴宣布你的应允，因为你的诫命拢公正。求你伸手帮助我，因为我有选择你的律例。上主啊，我较无你的拯救，你的律法是我所喜爱。求你予我活地通称赞你，予你的判断帮助我。我迷路亲像失迷的羊，求你甲你的仆人找倒转，因为我无袂记记你的诫命。人生总是有济济的无如意，求主你帮助我，会当靠主来得胜。无论是伫生中的苦难、身体的状况，还是各种的试炼，互阮因为耶稣基督搁我的救恩得胜有存，恳求主来施恩。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生命求，阿们。